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过来到目屎我市的节目。这礼拜咱要来探讨一个足严肃的问题：美国敢会欠钱无行？美国敢会欠钱无行？美国敢会欠钱无行？足重要，讲三摆。第一，美国政府到底欠人偌济钱？以目前统计数字记录到，美国政府总共欠人36条美金。用这个债务金额伫加利息，是一个足恐怖的成长数字。财政部长拜登兼中央银行主席鲍威尔拢讲，政府债务行伫一个无法度延续落的道路顶悬。第二，美国一担核算本金爱还人偌济利息？以统计一担至少爱还人1兆外美金的利息费用，而且这个金额足常会愈加愈多，利息费用会飞上天。主要是拜登政府伫个2020年 COVID-19 疫情期间，美国中央银行印足侪钱出来救灾。毋过，借钱还钱，天公地道。虽然伊是地球的老大，美国敢倒会当借钱无还吗？第三，伫个网络上常常看到人打美国一年1兆外美金的利息费用，摕来含美国一年的国防支出斗做伙，因为这两项拢是现金支出项目，一年的金额拢是1兆外美金，足常会伫考试美国的武器遐尼强，伊欠钱无还，你敢亲门踏户向伊讨钱吗？这足常会伫讲吼，拳头不大粒的讲话甲大声。第四，针对中国是毋是会抛售美债？美国财政部长拜登的讲法是，抛售美债无符合中国的利益，而且美国财政部有足侪工具来应用这类的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日本敢会堪中国同款抛售美债？日本的讲法是，这是谈判桌顶的筹码，毋过目前无这种规划。美国若毋进行债务规模减配，一直无穿衫伫咧路面咧走，敢讲世界各国就无伊的办法吗？前几年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拢伫买黄金，就是伫闪美国欠钱无还的风险，这嘛是黄金强势的主要原因。这礼拜重要的新闻摘要，上重要的新闻是这礼拜三，费德的政策利息会议决议维持政策利息 4.5 无变，无降利息。费德无降利息的讲法是美国经济袂歹，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虽然无好，只是因为进口变多，这是暂时性的状况。毋过，费德嘛强调，市场的无确定性伫真悬。这张图是美国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厂商民意调查。美国10悬代表厂商伫看景气，是感觉经济好；美国10低代表厂商伫看景气，是感觉经济差。阮会晓发现这张图的服务业各伫50以上，代表以服务业为主的美国厂商伫看景气，是感觉有变歹，但无讲变甲真差。这张图是咧讲美国制造业兼服务业的厂商，拢感觉物价有伫浮，咱着爱小心甲细腻。这礼拜台股0050起 0.7%， 美债937落 4.5%， 美元指数起 0.3%， 油价起 4.8%， 黄金起 2.9%。刷落来，咱来看线图发现，这礼拜市场的重点是台票大起，造成以台票计价的美债大落，
足侪买美债的台湾人受伤严重。自5月2号公布非农数据袂歹了后，市场就判断Fed伫5月7号的开会袂讲利息，所以因此两年期的利息惊悬，美元指数嘛因此做反弹的动作。10年期的利息走势跟2年期的利息走势同款，这礼拜10年期收伫 4.37。黄金的部分，这礼拜收伫3335，足上的伫3300块有一个支撑。油价的部分，虽然欧佩克宣布自6月开始会增加产量，毋过消息一公布了后，油价就开始做反弹的动作。某一个程度嘛是咧反映美国甲英国的贸易谈判顺利。刷落来，市场的焦点会放伫美国甲中国的贸易谈判是毋是会同款顺利。后礼拜要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有消费者物价 CPI、零售销售、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 CCI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后礼拜再会。